9位电力传出讲，南科的天然气发电厂要设伫台南的树港园区，也毋过哦，园区的厂商甲附近的民众拢反对。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嘛呼吁讲，无应该互幼林园甲发电厂做厝边。台南市政府是强调讲，会以环境甲民众的健康优先来考虑。树国园区内底，当看到大架车当咧吊钢筋，因为只有一间幼儿园拄则动土，按算2年后就要开始营运。不过，即马所传出讲9位南区天然气发电厂就要设伫咧边啊，而且是无到300公尺远，这是引起地方的批评。我们6区也大概有200多个学生了，那这样子对我们下一代的健康，我们是非常担心。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就是可以遵照我这个民意。然后不要让9位电厂进来这样子。9位南区天然气发电厂原本讲是要设伫咧安定区，不过因为在地抗议，去年底宣布要煞，今年3月才讲要设伫咧树国园区，搁再引起附近住户甲园区厂商的抗议。9月底，园区厂商甲住户搁再会侪抗争，交定证书，表明反对决心。其实树谷它是一个比较生态科技的一个园区，那相对于在周边也会有一些住宅。那也会有一些学校，对，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设置的天然气发电厂，我们站在教师的立场，当然是反对啊。面对地方的反对，9位嘛捌发出声明，讲电厂是用高标准咧做环评规划，有利国家电网的建设，用天然气发电污染程度较低，是取代煤炭发电上好的替代方法。因台南市府是强调，会以守护环境甲守护居民健康来做第一考虑。不过目前9位电厂也是要先通过经济部甲环境部的审查，目前是也未提出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